我知啊，歡迎各位嚟臨出席由社會企業研究院每年一度主辦嘅旗艦活動2025 ESG 領袖峰會暨榮譽及獎項頒授典禮。不經不覺，社會企業研究院已經成立咗第11年。本人係樂見本院凝聚更加多志同道合、各界出色嘅人士，共同去推動社會關愛，促進社會企業家精神。科技嘅進步為人類係開啟無限嘅可能，但係同時亦都帶嚟新嘅挑戰，而係佢能唔能夠讓社會運作得更加好，更加見到共融，更加可以持續，更加有良心，更加對環境友善等等，呢啲正係良心科技精神所在，亦都係希望使用科技嗰陣都係應該以良知為方向，以公益為目標，為未來留下責任同埋希望。行業智慧以專門為世界各地嘅學校。敦請吳院長向宋先生，有請三位一齊望向正前方鏡頭，你岑院士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三位望向正前方鏡頭，三位可以望向正，幾位可以望向正前方，有請幾位合照留念，有請三位望向照留念，前方位置。三位望向前方鏡頭，有請三位，有請三位一齊望向正前，有請三位。我承諾，我願秉持院士嘅精神，推動社會關愛，貢獻可持續未來。貢獻可持續未來。宣誓完畢，多謝。